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景點，就係雲冰山啊！聽個名咧好吸引，成個山都係冰同埋雲啊！因為呢段時間天氣開始凍啊，去雲冰山咧睇冰係最佳嘅時候啦。雲冰山咧係位於清遠嘅，位於清遠嘅最北端啊。基本上咧雲冰山咧已經係同湖南交界噶啦。雲冰山咧佢有一段山路咧，而家係睇得冰嘅時候咧，啲山路啊係會好容易打滑嘅。如果要自己開車去嘅朋友咧，一定要輪胎要紮鎖鏈先至可以開車上去嘅。有啲新手咧，擔心安全問題咧，就可以喺山下邊住喺山腳呢個豐陽鎮。呢度有好嘢食嘅，喺呢度住，然後喺呢度租台車，開車上雲冰山。有啲人咧會住喺雲冰山上邊嘅，但係咧，第一個房間唔多，第二個貴，而且晚黑好冷凍。雲冰山景區啊，佢入邊呢度咧都有一啲客棧啊，啲民宿咁樣嘅。平日都要差唔多500蚊間房都係啲環境啲房間環境哇，好古色下好靚啊啲木屋好冷凍噶，幾間客棧，又有酒店雲冰山上邊咧好多酒店基本上都500-600蚊間房閒閒地500-600蚊間房，好靚啊，好靚好靚啊！依家好多新酒店雲冰山有幾靚，我就唔同大家分享啦。我今次分享一條攻略，呢度係住喺山下邊嘅豐陽鎮。豐陽鎮呢點解吸引我呢？但係因為呢個鎮呢有啲好嘢食，尤其是佢呢度呢有啲門樓啲古建築，打卡一流，好正。去搵個市場永豐市場。呢個永豐市場咧有一大特色奇觀嘅現烤柴火烤牛肉，買咗啲現烤好嘅牛肉呢，就去附近啲飯店間都得嘅，去嚟食，去加工呢個牛肉。呢個牛肉呢係蒸係最好食嘅話可以炒，但係呢由於個烤嘅牛肉已經係有7成熟噶啦，最炒嘅話一老大銀唔係好食，反而當地人係推薦蒸蒸係最好食嘅。呢個烤牛肉係佢一大特色嘅。一般凌晨2-3點啲人就開始就劏牛，就跟住呢就喺度放喺啲火度炭火度燒佢嘅，烤熟佢，烤熟之後就掛起佢晾乾。等啲遊客或者本地人去嚟現場買咗就去附近啲茶樓嗰度加工。你睇附近幾多飯店，間一樣嘅啫，冇人唔識整嘅。呢個豐陽鎮呢，佢都有啲酒店嘅，雖然唔係話好高檔次嘅酒店豐陽鎮酒店。唔好意思，依家係廣告時間，廣告之後繼續分享。富哥平時介紹咁多好玩好食嘅地方俾大家，如果大家出嚟食飯，記得嚟我間都會山莊我哋都會山莊專食新鮮無花果雞，我足足俾咗成2斤嘅新鮮無花果來煲湯，啖湯又潤又清甜。依家仲有老新鴿食，無花果浸老新鴿，還有清湯羊食食羊排肉。我今年呢用燉羊嚟做清湯羊，啲羊肉又唔酥又唔韌，而且仲有奶香味不妨嚟我間都會山莊嘗試下啦。我喺都會山莊等你哋呢間豐陽大酒店100蚊簡簡單單住1晚。哇，個大廳呢幅畫豐陽大酒店你睇床可以啦，大佬100蚊啫喎。我建議即係你住喺呢度呢，即唔係價錢嘅問題即
即係起碼冇咁凍啊！住喺山上邊係好撚凍噶。嗱，有啲民宿啊、客棧啊，都係百蚊之間嘅事情啊。咁啊，你又可以聯繫住嗰個酒店咧，可以聯繫個老闆啦，嗌佢安排揾台車包車，咁咧就開車上雲冰山，跟住就接送啦，來回接送啦。既然去到連州，好多嘢玩噶。嗱，又近連州地下河，係嘛？咁啊，去埋地下河就往回走，去到連州市都冇住喺連州市啊，住連南最好啊，隔離連南啦。連南呢度咧，一定要住呢間廣東瑤族文化大酒店。哇，有水上樂園，重點係又係200幾蚊間房，好新好靚嘅一間酒店嚟，你睇下，幾新幾靚嘅酒店啊，係嘛？掂啊，係咪先？有水上樂園噶。好，跟住咧住喺連南呢度咧，有個好處就係咩咧？佢去呢個萬山朝王觀景區三排鎮啊，呢度我可以見到1萬個山嚇。大家不妨去點下，真係見到1萬個山嘅。咁啊，繼續往落走往下走，呢度咧都還有個瑤寨嘅喎，油嶺瑤寨油嶺瑤寨呢個瑤寨咧唔夠郊市，我哋繼續落，有一個千年瑤寨景區，呢個郊市。哇！千年瑤寨啊，其實呢個千年瑤寨咧要遠睇先好睇嘅，先有大規模，所以離遠見到佢嘅時候咧，一定要落車打下卡啦。之後咧就再入去入邊好多圖片，相信大家都睇過啦，唔介紹。咁之後可以翻歸噶啦，最好咧其實去到清遠、連州呢邊咁遠咧，最好就玩3日2夜。咁如果係只能夠時間夠2日1夜嘅話咧，又好頻撲，就只能去雲冰山玩，因為雲冰山都要花好多時間噶，都要玩好耐嘅，再加上凍要行山，花時間比較多如果能夠有咗3日2夜嘅計劃嘅話咧，第2晚建議大家住連南之後就去瑤寨行一行，打下卡，之後翻歸。好，今期就介紹咁多。